倒转去。逐礼拜会抽2个好运的观众朋友，详情请上我是有莲花 FB 卖奖团。跪在平衡车上移动，并用器具击破对方身上所有的鸡蛋。感谢福尔血糖机冠名播出。这边是不是可以帮人解决烦恼？你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或许我们能帮助到你。你相不相信这世界上有2个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你不觉得人生就像一列列车吗？每一个人都有想跟自己独处的时候。每张笑脸后面都躲着一个受伤的人。每个人心里头一定都藏着一个很重要的人。每周6日晚间7点，人际关系事务所。17连安官通报，宋排长，安官处有您的电话。午安，各位观众，欢迎继续收看咱台视11点台语新闻，我是郭怡中。新闻都开始，赶紧带大家关心小连线11点上新的消息。先来关心香港反逃犯条例活动引起国际大家拢真注意。咱外交部部长吴钊燮接受美联社访问时，伊讲台湾支持香港民主、争取民主也有自由的行动。假使若是北京镇压伤过超过，咱台湾会予无所在去的民众必要的援助。咱做伙来关心上新的访问内容。But in the future, i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use force against Hong Kong, against the protesters, and it becomes a large wave of refugees going out to another country, under that circumstances, certainly I don't hope that it becomes true. But if there's something like that, Taiwan is going to work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deal with that situation together. 好，咱拄则听到就是外交部部长吴钊燮上新的讲法。另外，一方面同款嘛是11点上新。台北市市长郭文德伊决定无要参加2020年总统大选，刷落来2024年敢会参加，大家嘛真关心。之前郭文德接受咱台视独家访问时，伊才讲到市长若是落任了后，伊若无认真做党主席，就是认真要来选总统。无想到郭文德的心腹，也就是蔡壁如，伊上节目的时嘛是讲同款话，伊讲应该是会选。郭文德会怎有上新的回应？目前我们海沙屋其实政府都有一定的流程图嘛，所以在政府这一端是不会出问题。但那出问题好像是居民有找不同的建章，所以它是内部问题。但是政府没有办法去介入私人的纷争嘛。所以说如果你是照那个流程图走，没有在目前在市政府这边都不会有什么延误，都不会。像碧如姐今天早上去台大办退休，你知道这件事吗？不知道。办退休，对啊，申请退休。啊，好了。像民众党现在是要打那个王科感救选票，但是实力的党主席徐永明就说他说30天后大家就感受得到王昌感。王科是4年后的想象，但是王科是4年后的想象，但是王昌是30后的真实对决。其实老实讲哈，这也是政治口水啊，我也不太喜欢去回应。其实一开始呢，我觉得黄国昌还是人才的。一开始他应该，如果实力要排，应该是排部分区第1名。所以有时候是这样的。不过他们自己内部现在似乎努力，你看哈，好像黄国昌也不在那个时代力量的那个决策委员会里面，所以应该问徐永明说：“这个是你们自己制造出来的。”那像昨天蔡壁如说，你2024应该会选，甚至传出引发老虎军团的忧郁，会不会压缩郭台铭的参选空间？那你自己目前的规划？我跟你讲哦，我就是这样的、啊。你学会想1年前的这个时候，你知道，民进党一片乌云惨雾，可是现在好像一副稳操胜券的样子。所以我倒觉得这样的哦，4年后的事情不必现在就去
去烦恼。但是这样的，每天该做的事、该做的准备，我们还是有在做，这样就好了。郭粉是担心说，如果到时候这种民众党超过5%的门槛的话，如果到时候你跟郭董翻脸，可能会影响就是郭台铭参选2024。哎呦，郭台铭要选最大问题还不是在亲民党嘛，应该是在国民党那边，他怎么去整合的？所以像这个就是30天后的事都还不知道怎么烦恼，就何必去烦恼4年后的事？像你昨天直播的时候，谢和弦跑去乱，他留言装雅斯伯格跟中共代理人，他会不会有点太走中？不会啊，我今天我问说，怎么一回事？不过我俩一向我们都很友好的，不过我想我会找我们的朋友去跟他关心一下。这应该是因为毒品的关系。不要随便猜啊，这个，我觉得这样的，有时候我跟你讲，真正的好朋友不会因为你讲一句话，然后就会随波起舞，不会的。我觉得我们找那个我们的朋友去跟他关心一下。那你还是把他当成病人吗？哎呦，外公这个不要。像这种问题就是不要回答。那他的党籍问题怎么处理？还是继续留在民众党吗？没有啊，这个也不要这个老实讲，你一讲我还发现我们好像目前还没有那个什么退党办法，你知道？这个，我回去要研究一下，好不好？就是有考虑。一开始在定的时候根本没有这些规则，没有啦。我觉得这是这样的，不要凡事不以个案处理啊。我们再回去研究一下。郭台铭昨天脸书公开支持亲民党，是不是郭柯已经最后玩完了？不啊，这个就是典型的这个叫兴风作浪。人家说他有候选人在亲民党，所以他支持亲民党是对的啊。为什么说他比方说他支持老宋？但是为什么人家说他是郭柯或那个什么玩的？所以常常这样，在世界上不要玩这种。我的态度啦不是敌人都是朋友，我才不会像你们不是朋友都把人家当做敌人。但是他的高虹安在你这但是他的高虹安在你这对啊，所以说我都从来不担心这种事情。碧如姐说，现在民众党还没有决定要支持哪个总统候选人。不过那个黄伟汉就说，总统支持谁，你的58万票是关键，就是你去年的那个市长选举拿下的58万票，你觉得这个是关键的影响吗？那其实我跟你讲后来我发现是这样的政治上也不见得说人家支持你喜欢你你讲什么大家都会跟着移动如果这样的话，你知道我们现在民众党的支持度应该有20几%嘛，20到25%事实上也没有嘛，所以我倒觉得这种事情，像黄伟汉那个就，我是觉得没有影响，没那么大。因为你最后1个月还没有表态，大家会想说你的关键少数会不会扮演最关键那个角色？对啊，如果是差1%、2%才有影响啊。现在我看影响不大的。那你最后会就是呼吁粉丝就是要支持哪一个候选人吗？不会啦，我跟你讲其实我还是希望每个候选人你知道终究总统大选你知道还是多讲一些政策的，不要老是在那里。有的时候他杀死不然就是假论文，动不了。像你的维安人力这2天有增加，是因为王献吉案警力有去做一个检讨，是不是？不是啊，因为这警政署一般选举到的，你知道他们警政署有统一的规格所以这个不是王献吉的关系，这是因为选举到的。选总统不是通。他一般来讲警政署像其实我们的警察是相当专业的，因为每年都有都陈抗，你知道所以选举到了，他们自动就会有一定的，他没有他们的 SOP 的，所以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而是因为选举到了，所以这段时间警察会比较辛苦。那碧如姐，庄子欣现在要签约了，对这个进度满意吗？双子星是这样的，对我来讲我的态度是我没有说一定给谁或一定不给谁嘛，所以就照流程图走就好了。对，很把那个朱学恒的民众党当选很不错同款嘛是拄才接收到上新的画面来关心驻日本代表郑中庭在人面册讲到关系事件，伊讲张善政讲伊外来立法院备询，这款的讲法根本就是做圆做扁，无影无热。张善政下早伫咧台南上帝公庙拜票时，嘛有上新的回应，咱赶紧来了解。小心后面，小心后面！大家都需要您的回应，能不能说明一下，好不好？谢谢。网军的事情，请大家聚焦到他跟蔡英文的关系。不要再谈谢长廷了。小心，回应一下。那您会怎么看谢长廷？会怎么对谢长廷回应呢？不要再理他了，我们聚焦到蔡英文跟网军的关系。
就这句话。蔡英文跟网军到底什么关系？大家来注意。重点是蔡英文，重点不是谢长廷。好，我们已经回答了，谢谢，谢谢。另外，这方面要来看到2020年总统大选倒达时间，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全国竞选总部主委朱立伦，下次成立新世代战斗团，希望会当来拼选前，赶紧来看现场上新的画面。我很感叹的一件事情啊，其实这件事情分3个层面啊，第一个就是暗黑的力量伤害了我们的民主，暗黑的力量杀害了我们的外交官这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国会议员、民意代表到我们的政府机关外交部来陈情，竟然大门深锁，用远景来对待，后者还要来告我们的这些民意代表或者告我们的国会议员，真是让人家感觉不可思议啊！我说过，我们的外交部不能变成满清大衙门，现在还要来告国会议员。试想，如果我们所有政府机关都用这样的方式面对国会议员、面对民意代表，我们还是一个民主社会吗？第3个层面，如果有任何的该道歉的，就诚挚的道歉，不要横生枝节。这个3个层面我都已经回答过了。好，谢谢。想问到市长，因为现在穿着跟拍 IG 都比较呈现年轻的形象嘛，可是韩国瑜在年轻这一块可能是比较落后的，那你觉得怎么谈民主这一块？所以我们要更努力啊，让我们的青年的世代能够参与整个选战，一些青年世代能够跟我们连结在一起，我们也要跟青年世代连结在一起。所以这是我们目前在最后1个月要全力以赴的。所以今天成立新世代的战斗团，会汇集我们国民党在各地的，不管是民意代表、各领域的代表人或领袖，或者是这些各领域深耕基层的朋友，我们都把它汇集在一起。市长关于立委选情的部分，针对您这边预估的，是不是大概有将近10个选区进展是比较焦灼状态？另外，关于这个民进党最近打出这个下架司法，是不是说有点冲击到选情的部分？我们这边有没有相对的一些对策来？每一个选区的情况不同，我们昨天跟包括曾永权秘书长以及我们几位同仁探讨，到底有哪一些选区是属于目前比较焦灼的。我们根据我们的资讯得到，大概有10个选区现在是最焦灼伯仲的一个状况。那我们希望能够补强，而补强的方式有非常多，各地的情况有一些可能是地方上的一些问题，那我们希望能够一一的去化解。有一些可能是需要更多的包括譬如说马英九总统或者是我们各个前辈能够去帮他助选的，我们也安排这些时间去马总统或者是这些前辈去帮他们助选，一一的来增强这边的战力。我们相信啊，这个增加的这几%就很有机会哦。我们增加这10席，其实来回就非常的大啊。市长看 IG 会有障碍吗？什么？你看 IG 的时候，第一次会觉得有心理障碍吗？我现在常拍了哈，自从跟严宽恒唱了《听海》之后，就没有任何的障碍了。还有其他不管是任何一位，我们原来的朋友或是原来的支持者，我们都要把他找回来。那我们大家现在是分进合集，不单是朱立伦本身，包括我们几位的荣誉主委啊，包括马英九总统在内的几位荣誉主委，还有包括我们后援总会的连战总会长，还有我们顾问团的总团长林峰正总团长等等。我们大家会分进合集，把这些老朋友找回来。另外，这方面要来关心，为了要让校务基金会当公开透明，学生嘛用来参加监督。时代力量立法委员郑秀玲伊来推出相关的法案，今日召开记者会，呼吁国民党党团嘛来斗支持。现场的情形，交记者周景如来传来了解。景如。
好了，主播各位观众，有鉴于现在国立大学时不时都会有一些弊案传出，因此时代力量立委郑秀玲和一些朝野党团打算力推国立大学校院校务基金设置条例，希望让学生也可以加进监督，而且会有一个修法的版本。上午郑秀玲立委还呼吁国民党也要加入行列，希望可以赶在本会期12月17号停会前完成3读立法。我们来听一下稍早访问。依据现行的法令是都是校长当召集人，这个管理委员会呢，这个使用前的这个委员会呢，并没有任何监督的机制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包括今天一直有这些大学里面有一些弊案产生所以订定这个健全的这个法案是非常重要的好，那目前就是我们在这边呼吁，就是国民党党团赶快说来支持这个法案，然后让我们能够在这个礼拜5以前，最迟下礼拜2以前要来政党协商。那通过之后呢，就可以进入院会的这个2读3读这样郑秀玲委员还找了一些大学教授一起来力挺，主要的学生参与监督的修法提案，包括希望可以在校务会议下设置监督管理委员会，而且希望这个委员会里面能够也有学生代表。除了是发挥管理监督的权利，让师生可以参与的话，其实也符合校园自治。以上面情况。多谢景如，社会消息来关心高雄大城半暝有奥多麦轨倒起来，一只奥多麦和后壁一只汽车弄到，这个骑奥多麦的人当场飞出去，奥多麦倒伫涂骹出10外公尺，汽油轨流出来，因为奥多麦去摸到涂骹，规阵啊倒火光。详细情形，连线记者王梅山来传来了解，梅山。好，主播各位观众，透过画面可以看到机车骑士呢是停在路口等红灯，这时候呢后方一辆轿车却是高速开来，没有停车，直接把骑士给撞飞，而猛烈的撞击力道是让机车当场弹飞10公尺，倒在路口，随后冒出阵阵浓烟，整台机车瞬间烧成火球。而惊险车祸就发生在今天凌晨1点多，高雄大社的中山路上，幸好骑士是在第一时间跌下车，没有被火势波及，只受到轻伤，是不幸中的大幸。那么高龄79岁的肇事驾驶在事后向警方供称，自己因为天色昏暗才会不小心冲撞停等红灯的骑士。目前警方正在厘清车祸发生原因。以上是我们找到最新情形，将时间交还棚内。多谢梅山，再来看到，因为无想要去安亲班，这9岁查某囡仔偷走学，伫咧街仔路乱输。这是宜兰罗东这个9岁查某囡仔，无想要去补习班下课了后，走去附近的超商买四手啊，刷来伫咧街仔路乱输，是大甲安亲班的老师真着急，因为普文伫咧请网络大家斗找，上尾超商互人发觉了后，事后因为烦恼互老爸老母骂，阵啊骗老爸老母讲互伫小几仔脚的阿姨带走，上尾老爸老母嘛发觉。是咧讲白贼，人平安代志无代志就好。过来看到，这是台南一个富人人，敢因为起性地情绪无稳定，走去车路，含人伫咧大细声乱挂送人员，莫互对方走，刷来警察来到现场，伊阁含警察大细声，含警察做对头。现场详细情形，继续请记者王梅山来传来了解。好，主播各位观众，透过画面可以看到一名妇人站在马路上，死命拉住机车，说什么就是不放手，就是不肯让熊猫外送员离开。那么两人是当场爆发口角，来看当时的情形。好的，可以看到妇人无理取闹，让外送员是当场爆气，报警处理。不过警方到场之后呢，妇人依旧不罢休，还对员警大小声。那么根据了解，台南这名妇人疑似因为情绪不稳定，常常在街上闹事，除了骚扰外送员呢，还曾经妨碍货运司机收货，甚至是在路口跟行人大打出手，一连串脱序举动，不止警方疲于奔命，也让附近住户人心惶惶。以上是我们找到最新情形，将时间交还棚内。同款嘛是有人烧无3把金纸就起动，高雄就发生乌白伤人的案件。一个姓的查甫，敢因为性地无好，情绪无稳定，伫路的乌白砸一个骑奥多麦的人落来，从那甲对方的锁匙背落来，当作武器，用拳头母来拍对方面，还佫有阿妈棍。事后佫再举刀啊，含警察做对头，上尾阵啊骹底抹油，准备要选，互警察压起来，压转去警察局。无代无志，互伊拍这人嘛，讲实在是衰甲去国有赛。
监视器画面翕到一个查甫人躺车骹伫路的走，煞来就互位后壁约过来，警察约到当场压伫涂骹。这个查甫人可能因为精神无稳定，伫路的经过路人，无来无及防警的民众当场硬气。我有稍微防卫他用拳头攻击我的脸，其实他也蛮强壮的，所以我也不确定我能不能自己一个人压制他。防警的姓王的查甫人的面甲颔棍啊，拢会当看到有空喙。代志发生伫初10下晡2点外，伊骑车经过高雄的大寮区，向互一个查甫人砸落来，车的锁匙搁互背起来当作武器。是无可奈何吧？对，因为其实我也是第一次遇到，有点惊吓，但就警察算也没有很久就到场了，所以很谢谢他们这样。姓的嫌犯犯案了后，情绪也是真无稳定，佮走登去举菜刀，想要为后门栓，不过尾也是互警方约到压伫涂骹。王然见警，情绪失控，进入家中，取出一把菜刀。他父亲是有表示说，最近说可能是被鬼附身这样子的。姓的嫌犯犯了了后，就随强制送去病院。迄个无辜防警的查甫人心内嘛是真无奈。记者综合报道。本地是按算要求婚，欢欢喜喜去旅游，结果讲拖车业者大嘴开开，甲因吊关价，害因算甲规巴肚火。这对准备要结婚的查甫查某，带双方的爸母去宜兰太平山按算要求婚，半路因为吊车叫拖车来拖，本地已经拼好，讲拖车一抓5000块。没想到一个落山了后，伊讲业者大嘴开开吊关价，讲要收14700块，互因足生气，认为互人讲歹啊，阵啊甲消保官检举。消保官嘛提起讲，介绍的过程上好，就爱录音录影来做证据。啊，若无一人讲一样，无人讲亲像，唔知影谁对谁唔对。派去的车停伫咧大雾的山路顶悬，经过轿车真好心落来斗三工，也是无法度。最后受困的民众总算是落山，但车也搁掉伫咧路面，赶紧找拖吊的公司来斗三工，但是煞去拄到霸王拖吊业者。这个是很非常不好。你要跟我讲1万多块，我接受了，那我就给你脱掉。车上要上车之前，因为孩子一直担心我们，逼着他用手机去算那个行程，有没有？他拿手机出来算的。投诉的民众是足生气的，这支拖吊业者根本是借机会来卡钱。初到下晡4点外，一对准备要结婚的新人驶着2台车，带双边的爸母去宜兰太平山旅游，预算要以东港来求婚，但其中一台车煞伫咧半路歹去，拖吊业者来到现场报价是5000块，拖落去山骹煞要来收14000块，但是业者事后伫咧电话内底强调，双方早就已经讲好价钱，并无故意来有关价钱。没有啊，没有跟他涨价啊，当初就已经跟他报好价，可能是他自己捏造的吧。录音的话，你就可以证明，就说他当时是确实是说是多少价钱，业者的脱吊行为有没有已经逾越了一般的交易行情？一般来讲，对太平山拖吊到市区，价钱大约是伫咧7000块到8000块。不过山路较复杂，会用讲价的方式来处理。这摆拖车纠纷，双边拢有话讲，消保官也着爱继续调查。但是原本的2家人预算纠纷的行程，即马嘛成做另类的纪念。记者综合报道。又有学术论文引起争议，因为一个讲天，一个讲地，这是中华中州科大机械所学术论文，就研究算命夜市的主题引起风波。刷来同款伫咧中华建国科大电子工程系机电工研究所，就研究鱼啊、紫水晶，也有喷泉和消透压力的关系。另外，观光夜市啊、火锅服务品质这研究主题，互人认为讲和科学的这个专业是无关系。校校另外驳回讲这是跨领域的研究，教育部即摆经邀请专家学者来进一步审核。喷泉会当排解压力，想袂到这卖互摕来当作电子工程研究所硕士论文的题目。中华建国科大方面特别讲，论文甲专业无符合。另外，唔若喷泉、紫水晶、鱼啊，这嘛拢互摕来当作论文的题目。那因为我们有一些老师，他会有一些跨领域式研究，电子工程系跟美容科技研究所有做合并，电子技术当基础，然后呢应用到生理输液啊，或者是那个。生医工程啊等等，学校赶紧跳出来解说，讲迄当阵的指导教授已经退休啊。不过其实另外一个机电工系统研究所嘛有出现研究中华夜市的论文，向一个看，论文甲学的物件完全无关系。我们在97年到101年，我们有设立科技管理组，指导的老师呢都有管理的背景，所以他指导的题目呢
会跟管理这个属性比较对接。觉得应该车要相关的，找相关的题目。比较好。嗯。研究所所长解说讲，不管是管理组的设置还是教学，全部拢有报给教育部，嘛有按照相关的规定来规划。教育部讲会函请建国科大甲论文送过去，邀请学者专家来检验。另外嘛，先暂停这个数109学年度招生的工课，若是查出来学位的论文确实甲专业差伤济，会按照私校法的规定，甲因的硕士班的招生停掉。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嘛是甲小偷压力的议题有关系。今年初台铁开41万买70领我爱台铁安全第一的红架，所互人骂讲袂输，敢若是某放路边有去无回无采钱。台铁产业工会即届佫讲，台铁采工魔术手款，抑佫有木星固球这物件，要互头一线的服务人员小偷压力。认为同款是无采工的代志，认为讲台铁应该爱补足骹手无够的问题，若无就是上的毋白，无上的白较破皮。镜头啊，轻轻试一个小小的篮球，随就射出去。头一摆讲着篮板无对，刷落来搁爱将球重新固定伫咧铁片顶悬，但搁再试一摆，共款无成功。这样子哦。搁有即个魔术手环，顺着手会当来回震动，讲会当疏解压力。另外，即个红色的棍头球，同款是代替分予员工疏解压力的小物，却予员工来讲根本就无效。还蛮令人傻眼。最主要的不是需要塑料小物，而是我们需要额外的多休息的时间。真正需要的是，比如说我们被客诉的时候，长官会不会愿意帮我们讲一点话？来看这份第一线服务人员心理卫生计划，代替局采买疏解压力的物件，讲要予第一线服务人员伫咧面对无理性旅客冲突，也是海村的事件的时阵，会当减少无好的情绪。团讲是为着要减少代替内部人员离开的冲击，但代替产业工会控诉，其实早就伫咧今年初，代替就开41万大手笔来买7000领我爱代替安全第一的红色的衫，互外界骂讲是你浪费钱，根本就对旅客安全无帮助。这摆搁开钱买疏解压力的物件，互员工再一摆来引起外界讨论。那红背心并没有真的能够增加安全。那大家可以看到，这1年多来台铁的事故是比去年就是又更成长。买这些东西，你不如就是让我们就是待遇变得更好。对着这件代志，代替无回应，但到底要安怎才会当真正互员工来疏解压力，而且将人来留着？恐惊也是要加来听基层的声音。记者综合报道。插播咱拄则收到上新的外国大代志，这是日本前防卫厅的长官叫做玉德德一郎，互人开枪。根据日本媒体上新的报道，前众议员的玉德德一郎过去捌做过日本防卫厅的长官，初10下晡伫咧徛街附近，互人开枪，伊的骹腿着枪，送去病院治疗，该在无性命危险。落尾一个82岁欧里桑甲警察自首，讲因为这未纠纷才会开枪。都有消息讲到两个人其实是高中的同学，因为钱的问题起背面。日本警察已牵涉到违反枪炮刀害法，甲嫌疑犯已经抓起来啊！镜头继续锁定来台湾，来关心中华管管议会初10下晡有10台赛车和古董车驶来者，请真侪车迷来翕相。其中一台过去捌出现伫咧电影《赛道工人》上映的 Ford GT40、GT3，会当讲是规台湾，敢若这一台。民众赶紧来翕相做纪念。另外，还有2500万的乌色法拉利跑车，同款是真热拍。今年1月初5，也还有初4这2天，这是明年伫咧中华高铁节办一个国际赛车节和农业博览会。台湾极限赛车发展协会特别来遮展览名车，替这个活动先炒热气氛。同款嘛是上新的画面，来看到时代力量立法委员黄国昌下午开记者会，讲到韩国瑜的丈人爸开的大通山石仔厂，讲到因牵涉到违法占到国有地问题，来看现场上新的情形。所以我才把这个列出来吧。他说是国有财产署算错的，那讲话要有凭有据嘛，请他把东西交出来啊。那现在是。我拿出这么具体的证据，把流程画得这么清楚，那他们可以空口说白话。什么时候认定错的？谁认定的？资料拿出来啊！认定错误。那这个照片是什么？
那这个现刊记录是什么？2002年就发了处分了，要他们缴钱，半毛也没有缴。等到2006年，他要申请简易休闲农场的时候，国有财产署才想出来，才想起来，说哇，之前那么久都没缴。我再问一次啊，事情这么明确了，到现在还在凹。2003年到2002年，我后面他缴这4万多块，国有财产署自己去解释啊，这4万多块是怎么算的？请韩国瑜竞选办公室出来讲。2000年到2002年，就是大通砂石场在占用。西罗证明知道，媒体知道，当初的报道那么多，请问他缴了多少土地补偿金？请问缴了多少？到今天还在说谎。或者心情在地事实刚刚继续来看到40外个国际街舞的选手来到花莲玉里镇，带上百个少年学生做伙跳舞。现场毋但是挑战真困难的地板动作，搁再为一个圆箍仔分享街舞的文化，帮助偏乡的囡仔跳舞的团体，希望利用这个活动，找到东部更较侪一粒一的选手。舞步适合卡手美俩，加上大家音的背景音乐，每一个动作拢有带着撇位，另外阁有红飞轮。表现筋骨软 Q 甲身体协调性，地板动作让人看到力量甲美感，甲做伙是虾米款的画面？40外个国际街舞歌手组一团教学志工团，带正百个学生做伙来跳舞，分享街舞文化。As you can see, there's some students showcasing behind me. We're teaching them breaking, hip hop, whacking, all of stuff, and everyone's just been so great. 很多大师们这样互相交流，就觉得花莲该多多办这种活动，然后把街舞的文化融入到各个乡镇。这是舞蹈团体突破计划，长期去较严挑的所在做街舞文化交流，找到来到花莲玉里，专业的舞者伫玉里文艺中心，甲花莲南会学生交流，活动闹得滚滚。来展现我们玉里会越来越活泼，越来越健康。我们会到当地的孤儿院啊，或一些特别的学校，那进行一些就是教学或分享，就是分享街舞跟艺术的美好。突破计划是台湾起头的，10年来走遍全世界，甲街舞文化带入去较正开的所在，也甲活动的热情推广到世界各地。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嘛是真闹热，继续来看到屏东这间宫庙来办闹热的造就大典，拢总摆9000斤的贡品来拜拜，敢若看这个场面就有够大。活动一个散场了后，庙方特别安排这贡品要送给大家，大家是得过到菜刀，赶紧要来摕，规人客甲叉，会当讲是先来先看，啊那慢来就减一半。民众客来客去，想要占到一个好位，等工作人员甲贡品撒过来。手伸出去，就随甲奖品撒过来，是要让大家拢摕有到。工作人员哪分哪好约，活动会场人考，领到的人就随位外口行，啊，伫边啊等要领的人排队也是排甲足长的。会少呢吼，还有豆油啦，豆油啦，汤啦，哦，食平安啊，食平安吼。豆油、汤仔饼、罐头，唔拿民生用品，还有只摆规排的。108只猪，完了，3位吼。一声就传100只的猪出来，唔拿济，佮足重的，无怪爱使山鸟来斗3工。建教要看神明的指示，弟子能有办法，然后神明又有指示，那当然我们要跟他办好。庙的造就传9000份的贡品出来拜，活动办完嘛开放予民众去领。团讲摕贡品回去食，会当保平安。民间的风俗，予活动规个闹热气。记者综合报道。
俄世界大代志继续要来关心人面辨识技术愈来愈快的范围。中国广州地铁引进人面辨识系统了后，日本大阪地铁嘛对人做，来看到为初十起10个月实验的时间，人客若是通用这个感应机台，拢会翕相。若是无问题，闸门就会自动开开，唔免搁再用票卡出入。对到行动较无方便的人，或者是父母带囡仔，拢搁较利便。こちらの改札機で顔認証のシステムを使った実証実験が始まります。早い、通れました。免trả卡嘛，免trả钱，路面就会当快速进站。日本大阪地铁对10号开始引入人面辨识系统。未来乘客通过加票机，会有相机对着面来摄影，传登去总公司的系统。若是乘客人面甲登记的相片有合，门就会拍开。但是唔是每一摆拢有效。メガネをかけてみます。これでは通れるんでしょうか？以目前的系统来讲，一旦面部若是有抓到，譬如讲挂目镜、滴嘴暗，就可能无法度认。业者讲会继续来实验，提升精准度，目标伫咧2025年大阪万国博览会进前，伫咧133个地鐵車站全面来使用。ストレスフリー、バリアフリーな世の中になっていけば、もっともっとお客様の利便性というものもアップする。不过，除了大阪地鐵，人面辨識技術伫咧日本嘛愈來愈普及。來到和歌山這座動物園。游客唔免阁开时间去柜台买票，只要是进前有登记相片甲信用卡的资料，就会当入面入园。就连当地酒店、机场嘛采用人面辨识来节省人力，提升服务品质。另外，2020年东京奥运计划来用人面辨识系统，奥运相关的人士专用的入口拢会来装摄影机，来防止可能会有人假作工作人员。但是人面辨识系统虽然提供真侪方便，嘛是会有个人的资料流出去的问题。未来要安怎处理是一个挑战。记者综合报道。人咧讲野鸡滚啊，爱唔惊人抬，这当讲是规世界上界送细工课。澳洲昆士兰政府为了要来保障基层劳工的薪水，规定建设公司若是冒政府的工程，都要付交通指挥员一年上少差不多18万澳洲票的薪水，差不多是咱台票380万。敢若是伫咧行路举告示牌，会当讲是正好做勤课，薪水却是在地护理师的3倍，建设经费可能都要起3成，上尾有可能是全民来负担。穿荧光色的衫，伫个街头举即落亲像罗里帕签仔糖的告示牌啊，来提醒来往的这个车，因停车也是讲速度放较慢的。这份工课伫个澳洲国家合作举罗里帕签仔糖的工人，若是有先去摕到交通指挥员的证件，佮经过1天的培训，安尼就会当随来做。虽然讲工作的内容真简单，嘛免关学历，不过伊的年薪恐惊连真侪专业人士嘛对袂着。But does anyone honestly believe that $180,000 is a fair amount of money for stop, slow, wait 1 second, check on the radio? 伊的年薪是18万的澳币，也就是台票380万，这差不多是当地护士的3倍，甚至伫当地嘛有老师甲头路甲死掉，走来做这落举签仔糖的工人。也若这份工课会有遮尔好康的薪水，是因为昆士兰的政府为着要来保障基层的劳工薪水，规定讲，若是有冒1亿澳币以上的建设公司，就要照政府的规定，甲薪水付予劳工。这个规定估计要伫个凯文斯会议中心的建案内底大成来实施。政府规定的薪水比这个业者平房的水准加真济出来。If it's applied widespreadly across all of these so-called major projects, then the Queensland taxpayers will be paying more than they have to. 建商一直咧讲，这实在伤过头喊。估计讲，若安尼建设经费嘛会提悬3成，加出来成本恐惊嘛都爱全民来撤销。记者综合报道。休困一个广告了，继续要来看到2020年规台湾各地跨年演唱会，大家伫咧烧饼场，其中综艺天王吴宗宪伫咧台中后里场，会当讲是好酒甜梦底。怎么样，美不美？太危险！他是干柴呢，你确定你们2个不会烈火吗？绝对不会。看球，我这样会被球打吧？打完了。要不要当我女朋友？
周6日晚间7点，人际关系事务所。说真的啦，如果已经是李淑静的话，我会选林国良，不会选你。我之前喜欢女生，到最后通通喜欢林国良。那如果出现个女生，你刚好喜欢，她也喜欢，那怎么办？公平竞争啊，这才是真兄弟啊！你说到做到哈。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台语文千万字，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一字，咱生活中嘛常常讲会到，这字就是时。时，伫咧台语是用来讲有病的物件，像咱讲汤时、饭时、煎时。另外有病用来开锁的家私，咱就讲是锁时。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头一个就是锁时，这就是开锁的家私；第二个词饭时，就是底饭的家私。咱用一句话来举例，甲这两个词夹做伙。比如讲，即届出去山顶露营几落工，都爱记你伫咧山顶煮饭的家私爱炸着，像讲有饭时。另外厝内锁时嘛爱藏好，唔通乌白蛋，啊若无到时阵倒来，恐惊找无。今仔日小解这一日时提供予大家参考。继续业界人生业界消息，来看到2020年开始倒大时间，规台湾各地跨年演唱会嘛开始伫咧烧饼场。其中台中后里礼宝场公布好酒珍梦底，就是综艺天王吴宗宪。伊会头一届用歌手的身份，和大家倒大秒数了后，做演唱会上尾表演来宾。伊搁再放雕讲会拼跨年收视的冠军。老天自有安排，老天爱笨小孩。综艺天王吴宗宪会当唱歌，阁会当主持，经典的好歌每一首拢真够唱。2019年进入尾声，全台湾各地跨年演唱会嘛步数进展。台中的后里礼宝场祭出超大的彩蛋，好酒珍梦底，请来吴宗宪要做跨年以后特定的演出。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想你；黑夜来临时候，我会想你。过去吴宗宪拢是做主持人，这摆头一回以歌手的身份来参加台湾的跨年晚会，伊真有自信讲要做跨年的收视王。当天阁会甲接到主持人的查某囝吴珊如头一遍伫咧跨年场来讲台。台中后里礼宝跨年场名称是拢真大牌，除了有先伫主持吴宗宪来做演唱歌手以外，阁有徐佳莹、杨丞琳、王心凌、安心雅、詹佩慈这5个女神来坐阵。这么厉害的大咖招教，后尾上拢讲是查某囡仔出头天。记者综合报道。休困一个广告了后，手路菜要来看到新竹这间烘烹店的头家，本地是起厝公司的大头家，甘愿来做手头的事业来学做烹。怎么样，美不美？太危险！它是干柴呢，你确定你们2个不会烈火吗？绝对不会。看球。我这样会被球打吧？打完了。要不要当我女朋友？每周6日晚间7点，人际关系事务所。说真的啦，如果已经是李淑静的话，我会选林国良，不会选你。我之前喜欢女生，到最后通通喜欢林国良。那如果出现个女生，你刚好喜欢，她也喜欢，那怎么办？公平竞争啊，这才是真兄弟啊！你说到做到哈。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我没有杀人呐！那当时死者在哪里？我不知道，没看到。要把尸体埋进土里，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欢迎继续登来到新闻的现场。蔡宝咱拄则收到上新的画面，来关心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几落工前讲到台语灭亲的讲法，说服时代力量立法委员骂讲伊结甲真大地。另外，还有韩国瑜民调的策略，伊嘛有上新的回应。因为
每一个党的干部或者是每一个候选人，一定会用尽力量嘛，呼吁乡亲能够支持自己的政党，或是自己政党推出来的候选人，这本来就应该了没有批评其他政党的意思。你觉得他讲这个傲慢2个字太多了，太过了？本身不是这个。没有，我没有批评或者是攻击其他小党的意思，没有，因为其实大家都是台湾民主的政党嘛，都有权利登记参选，那我们大家就要更尽自己的力量去争取民众的支持。因为这个前几天这个所谓韩国瑜用所谓的民调盖牌，那可以看到说除了民调什么？民调盖牌，就是他就是唯一支持蔡英文的这个情况之下，那包含品瑜这一区，或是像吴怡农那一区，现在民调好像都有拉近的。不过对手是说，因为他们是因为韩国瑜喊出民调盖牌，所以民调才拉近，并不是真实的民调拉近。那你怎么看说目前的选区可能造成？品瑜要不要自己来回答这个问题来？你来回答这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从很多的，首先韩国瑜的民调盖牌到底有没有用？我觉得其实从蛮多的民调，不管是民党内部或是其他民调公司所做的民调来看，我觉得他这个喊话是没有什么用的。那第二个是回到我这一区，就是我知道我的对手李女士也有一些她的看法，比如说抛出了一句说大家也听不懂的，说我看不到她的车尾灯，但不太知道她是什么意思。那我后来我是在想，我觉得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李女士她之前也有喊说她是韩粉，所以我觉得她目前的选举策略其实跟韩国瑜有点类似。那所谓的类似呢，就是出来喊说民调盖牌，喊说所有的。手路才来看到本地是起厝公司的大头家，甘愿买做手头的事业来学做胖。新店这间烘饭店的头家叫做柯礼莹，伊无互家己放礼莹，因为拄开始因某戴慧欣爱做胖，伊就请朋友斗3工去去做叉烧油，互因某来做二娘的。落尾嘛做到兴趣，甲新店在地食材仙草，也有蘑菇干掺入去面册，做干妈熟胖，也有仙草牛奶熟胖，会当讲是店里生意上好。一个出炉了后，随袂了了。另外，还有烘鸡、烘猪脚、牛排，同款嘛会先用油来烘，片起来特别香。出炉时间一个到，茶厝内底拢是这款茶的香气，搁来斗打这个香的香气。各种好滋味的熟胖就要来登场咯。这个粉椒色的熟胖来斗打黄色的起司，这个梦幻国基椒色水拢是对这个天然的食材来处的，就是这个椒色的红心番薯。这干那看外表，就互人的心肝眼安尼足安踏。另外，这个花色的熟胖，不是巧克力豆，也是讲咖啡的产物。伊的原料是取这个新竹关西的特产仙草。还佫加一块叉烧的香气，拿来甲斗打起司凝脆，安尼食着就更较顺溜佫骨脆。这些拢是店家一下个小可空上好食的胖。这个吐司本身很有咬劲，然后你吃得到那个蜜橘的那个香甜的味道，很天然。甲这个在地食材，甘仔也是讲仙草，甲拌入去面糊内底，这是头家娘地慧欣的想法。伊原本是一个家庭主妇，烘焙是伊的兴趣，不过要安怎来起一座烘窑来做烘焙的工课，开始一个烘胖的所在，这都要对2000年伊去法国佚佗一抓开始来讲起。他去法国玩，因为他们很多那种餐厅里面都会有一个窑，那个窑就觉得好神奇哦，他就烤个披萨。烤个面包，然后面包都很好吃，然后心里就有一个小小的梦想，就是假如回去假如有个窑来烤面包，那么该有多好啊！因翁柯礼莹过去是营造公司的头家，安怎嘛想袂到讲，原本是咧起厝的双手，即马煞转来做胖。原来伊对这个米粉糊的特性，会使讲是了解甲真透基。这个北海道的面粉要打的比一般的加拿大的粉的时间还要久，是它的香气跟筋性才会出现。苏当时，伊安尼规心要甲某斗3工，去伊朋友来起一座胖窑。拄开始的时阵，不过烘出来的胖，不是外口炒火焦，就是内底烘无倒。对我们来讲很简单，我们从事这个行业，盖大概1个月，
就把那个模型，现在你看到那个窑的外形给盖起来。结果呢，火一烧，完全不行啊！就安尼经过4个半月时间，豆豆来甲试看看甲修改，这座芳窑总算会当发挥正常的功能啊！我爬到那个窑里面去修改，我说再给我这一次，如果改不好，我就把它敲掉，就不玩了。其实打开始的时阵，郑慧欣嘛想讲是安尼，甲试一个兼正就好。伊做胖互家己的囡仔，还佫有亲戚朋友来食。不过尾啊，大家佫鼓励讲伊爱来开店，安尼连英翁嘛做伙来斗做。很多的朋友就笑说：“你怎么会这么的笨，这么的傻，把一个好的事业放掉？”那时候才40出头，我相信人生要改变哦。到50岁的时候，我应该没有体力、跟冲劲、跟企图心。强拄强的姻缘拄长，互因翁仔某安尼打造一座芳窑，苦里用嘛替家己的人生找出另外一条出路。虽然讲无亲像过去咧做工程，卡袂着就是迄款上亿的生理。不过即摆因翁仔某伫这个丰沛的世界内底，嘛烘出真侪幸福的快乐滋味。记者综合报道。怎么样，美不美？太危险！它是干柴呢，你确定你们两个不会烈火吗？绝对不会。看球。我这样会被球打吧？早安啊！要不要当我女朋友？每周6日晚间7点，人际关系事务所。说真的啦，如果已经是李淑静的话，我会选林国良，不会选你。我之前喜欢女生，到最后通通喜欢林国良。那如果出现个女生，你刚好喜欢，她也喜欢，那怎么办？公平竞争啊，这才是真兄弟啊！你说到做到哈。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我没有杀人呐！那当时死者在哪里？我不知道，没看到。要把尸体埋进土里，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所以跟郭豪生有关。你现在是我要我跟你解释我的不在场证明吗？我只是觉得不太合理，我拜托你告诉我好不好？你是警察吧？我想要询问一下，申请领养手续需要具备的条件。每周五晚间10点，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第92届奥斯卡颁奖典礼2月10日，敬请锁定台视频道。今仔日暗8点到10点，请收看忠孝节义。寿星的生日就是妈妈的母难日，母母可以来的话，执行长一定会很高兴的。好啊，你拍个惊喜。老师。真的看着我们小伙人吗？这个仇人一定有办法。台视频道每周日晚间10点，《网红的疯狂世界》。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还记得2019一开春，台视红白给你核弹级卡司。让我们欢迎国际巨星小 S。排场，2020就要到来，更多不可思议梦幻阵容，敬请期待。祝福大家！与台视忠孝节义合照，抽忠孝节义路遥限量磁铁活动，12月9号周一起，请您与台视忠孝节义电视画面合照，并将照片上传到我是杨丽花 FB 粉丝团本活动贴文，就有机会将忠孝节义路遥限量磁铁带回家。每周将抽出2位幸运观众，详情请上我是杨丽花 FB 粉丝团。跪在平衡车上移动，并用器具击破对方身上所有的鸡蛋。我死呀！
血糖机冠名播出。怎么样，美不美？太危险！它是干柴呢，你确定你们两个不会烈火吗？绝对不会。看球。我这样会被球打吧？打完了。要不要当我女朋友？每周6日晚间7点，人际关系事务所。说真的啦，如果今是李淑静的话，我会选林国良，不会选你。我之前喜欢女生，到最后通通喜欢林国良。那如果出现个女生，你刚好喜欢，她也喜欢，那怎么办？公平竞争啊，这才是真兄弟啊！你说到做到哈。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我没有杀人呐！那当时死者在哪里？我不知道，没看到。要把尸体埋进土里，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所以跟郭豪生有关。你现在是我要我跟你解释我的不在场证明吗？我只是觉得不太合理，我拜托你告诉我好不好？你是警察吧？我想要询问一下，申请领养手续需要具备的条件。每周五晚间10点，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第92届奥斯卡颁奖典礼2月10日，敬请锁定台视频道。今仔日暗8点到10点，请收看忠孝节义。寿星的生日就是妈妈的母难日，伯母可以来的话，执行长一定会很高兴的。好啊，给他一个惊喜。老师。真的看着我的小朋友吗？这个仇人有没有办法？台视频道每周日晚间10点，《网红的疯狂世界》。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还记得2019一开春，台视红白给你核弹级卡司。让我们欢迎国际巨星小 S。排场，2020就要到来，更多不可思议梦幻阵容，敬请期待。祝福大家！与台视忠孝节义合照，抽忠孝节义路遥限量磁铁活动，12月9号周一起，请您与台视忠孝节义电视画面合照，并将照片上传到我是杨丽花 FB 粉丝团本活动贴文，就有机会将忠孝节义路遥限量磁铁带回家。每周将抽出2位幸运观众，详情请上我是杨丽花 FB 粉丝团。跪在平衡车上移动，并用器具击破对方身上所有的鸡蛋。好久伫网底看戏看人底，新闻上尾来看到，过2礼拜就是元旦节啦。英国出名画图艺术家班克西，会当讲是来无影去无踪。这2天甲新作品，又就是甲流浪汉变作是西式车的亚旦老阿公。伫咧约旦河西岸的碧利恒开一间创意饭店，到时阵来游客恐惊比耶稣出世的所在搁较济。新闻上尾带大家做伙来看卖，感谢你的收看，我是郭义中，祝大家平安健康。小大家继续收看咱台视中岛新闻。怎么样，美不美？太危险！它是干柴呢，你确定你们两个不会烈火吗？绝对不会。看球。我这样会被球打吧？打完了。要不要当我女朋友？
周6日晚间7点，人际关系事务所。